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13，咱做伙来读耶利米书第1章到第4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章，这本册是耶利米的原型录。耶利米是便雅悯地区阿拿托城一个祭司希勒家的囝。阿文的囝约西亚做犹大王第13年，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。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期间，到约西亚的囝西底家做犹大王最后一年，第11年5月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受掠去巴比伦的时，上主常常对耶利米讲话。上主对我讲：我还未予你伫舞台成形以前，已经经历；你还未生出来以前，就甲你分别做成，选入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因讲：至高的上主，你知我要少年，搁含慢讲话。毋过上主对我讲：你毋通讲你少年，我甲你派去倒位，你就去。叫你讲什么，你就讲。你毋免惊因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要保护你。我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就伸手摸我的喙，对我讲：现在你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里。我今仔日授权予你，予你伫列国万民做爬出来、甲拆毁、破坏、甲推翻、重建、甲财政的工作。上主对我讲：耶利米，你有看见什么？我应讲：我看见一支形树的树枝。上主就讲：你看了对，我不时警觉，要予我的话实现。上主佮对我讲：你有看见什么？我讲：我看见一个在滚的鞋仔，对北平行落来。伊对我讲：要有灾难对北平发出，临到这个地所有的居民，我要甲北方列国所有的人调集来，予因伫耶路撒冷逐个城门口设宝座，围攻城墙，搁要攻击犹大逐个城镇。这人民气煞我，去甲别个神明烧香，跪拜家己的手做的偶像。我要因为因的罪，甲因审判，甲因刑罚。所以耶利米，你着准备好势，将我命令你讲的话，拢甲因讲，毋通因为因惊吓，才免我予你伫因的面前惊吓。你会着会记得，我今仔日要予你真做坚固的城，真做铜墙铁壁，会当对抗全国，对抗犹大的王、官长、祭司甲人民，因为攻击你。毋过袂赢你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要保护你。我上主安尼宣布。第2章，上帝话临到我，讲：着对耶路撒冷人大声喊讲，上主安尼讲：我会记得你少年的时的爱情，新婚的时的恩爱，伫旷野，伫毋捌种植的地。你甲我缀条条，以色列是上主圣的子民，是上主初识的家子，所有吞食伊的拢有罪。在会临到因，上主安尼宣布：哪个的后代以色列逐支族，着听上主的话。上主安尼讲：恁的祖先减捌发现我有甚物毋对，竟然离开我远远，去军队服务的神明，家己煞真做服务。因无问，迄个带阮出埃及，带阮经过旷野甲崎岖的沙漠，经过大雪甲黑暗的所在，无人行过，无人住的地。迄位上主伫倒位？我带恁进入肥佮水的地，
互恁食内面的果子甲好的物件，恁一个礼拜就算断我的土地，有验我赐互恁的产业。这时毋捌问上主伫倒位，甲律法的典毋捌我，官员侮辱我，先知奉巴力的名传信息，对无路用的神明。所以我上主讲，我要控告恁，要甲恁的后代争辩，恁着去西边的基体才会倒看，去东边的基达调查，看因减捌做即款代志，有倒一国捌换过因的神明，其实遐个拢毋是神，毋过我的子民将因阳光的上帝换做无路用的神明。天啊！恁减袂因为安尼着惊，减袂因为安尼惊吓皮皮喘。上主安尼宣告。我的子民做上赞的歹代志，因放杀我这个活水的源头，去挖一个未积水的水池。以色列检视落来，检出时就做人的奴才，哪会真做纳物？对着亲像少壮会使伊好，对伊大声喊，因互伊的地荒废，互伊的城毁坏无人住。埃及的明菲斯人甲达比勒人剃光你的头壳，这件毋是你家己惹来的。上主，你的上帝带你行路的时，你放杀伊。但你去埃及啉尼罗河的水，敢会当得到什么利益？你去亚述啉幼发拉底河的水，敢会当得到什么好处？你家己的罪恶要刑罚你，你家己的不忠要控告你，安尼你就会清楚明白。放杀上主，你的上帝无敬畏我，是偌尼啊邪恶，偌尼啊不幸。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你对古早就讲断你的胆，偷开你的锁，讲我毋服侍你。你伫逐个山仑啊，伫逐丛青翠的树下面，亲像基路倒地。你原来是我栽种特选的葡萄树，是纯正的葡萄树。你竟然甲我变做野种的歹树枝。你用钱用真侪杀文洗，毋过我还看袂出你罪恶的分野。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告：你哪会讲我无拍拉三家己，无去缀巴力？你看，你伫山谷中的行为，就知家己的所做。干那熬走的丹峰罗德姆，世界乱撞。你阁亲像惯势住伫旷野的亚鲁姆，欲起攻心的时就屁屁喘，笑的时啥人甲伊控制会牢？讲的路啊，真紧就会当找着伊。交配的节期一定找伊画着。你毋通对人走甲下破去，毋通向甲拿后搭。你竟然讲无采工啦，无遐多啦！我着爱着身为人，我要缀因走。才若互人掠着，会安怎见效？以色列家，包括因的王、因的官长、祭司甲先知，嘛会安尼见效。因对柴头讲：你是我的老爸；对石头讲：你是我的老母。因脚趾饼黄我，毋肯面看我。到拄着灾难的时，才甲我讲：求你来解救我。恁为家己做的神明伫倒位？恁拄着灾难的时，叫因起来救恁。犹大啊，恁的神明亲像恁的城镇遐多，恁若要甲我争辩，恁拢背叛我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无在我地督责恁的囝儿，因拢毋肯受管教。
恁用刀抬死身躯，亲像凶猛会使伫吞食。恁世世代代人着听上主的话，对恁以色列人来讲，我减亲像旷野，也是黑暗危险的地。我的子民哪会讲阮自由啦？无要搁转来你遮。少年的女子减话袂记得你的珠宝，新娘减话袂记得家己的新娘衫。毋过，我的子民毋知偌久以前就袂记得我。恁这熬找爱银，连上歹的查某嘛着甲你请教。你的衫具有污垢，散食人的血。其实因并无偷摕恁厝内的物件。虽然恁做这的代志，恁还讲我无做，上主已经甲我赦免啦。就知我一定会审问恁，因为恁无要承认家己的罪，恁若撞来撞去，不是在改变路向。恁投靠埃及，为亲像以前挖靠亚述遐尼子嗣见效。恁一定会亲像俘虏，双手摸头壳离开埃及，因为上主已经弃杀恁所挖靠的，恁袂当因为投靠因得到利益。第三章，老人甲伊的某离婚，伊的某离开伊去嫁别人，伊检通搁倒去找即个前某，伊若安尼做，就是拍拉三一块土地。上主讲，你已经甲真侪爱银、行银，还想要倒来我遮是无？你着抬头看树仔已经错了的山轮仔，还有倒位毋是你行银过的所在？你伫路边底听候爱银，亲像强盗伫旷野埋伏长等。你的淫乱甲邪恶污染全地，因为安尼，雨水停止，春雨无落，你还面带桃花，毋知见笑。你拄则对我叫讲阿爸，对我细汉你就听我，人减会一直受气，永远扣分。你虽然安尼讲，毋过还拼死地做歹。约瑟亚统治犹大时，上主对我讲：你有看见背叛的以色列的所做无？伊上悬山，伫逐丛青翠的树下面行银。我想讲，伊做这个代志了后，会倒转来我遮。毋过，伊无转来。伊不仅会消灭犹大，嘛有看到伊安尼做，背叛的以色列淫乱，所以我互伊离婚书。伊不仅会消灭犹大，拢毋惊，嘛去行银。以色列甲行银看做无要紧，去拜插头甲石头，就甲即个土地拍拉三。虽然发生这代志，伊不仅会消灭犹大，还假意回应我，无要真心倒来我遮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阁对我讲，背叛的以色列比不顶的犹大还较好。你着去甲伫北方的人讲，上主安尼宣告，背叛的以色列人着转来。我袂对恁变面，袂永远对恁生气，因为我对恁的疼永远袂改变。恁着认罪。因为恁有违背上主恁的上帝，伫青翠的树下面对入外族的神明，无要听从我的话。上主安尼宣布，背逆的囝儿着转来。上主安尼讲，我才是恁的主人，我要对逐个城选一个人，逐族选2个人，甲恁带转来錫安。我要将合我心意的统治者赐予恁，因会用知识甲策略治理恁。恁伫即块土地
人口大大加添的时，人袂阁讲起上主的约规，袂阁孝念，袂阁记得，因无需要约规，袂阁制作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彼时，耶路撒冷为互人称作上主的宝座，万国万民为着要服侍上主，拢要聚集来遐，因袂阁照家己邪恶固执的心做代志。彼时，犹大家要甲以色列家联合，对北方做伙倒来我赐予恁祖先做产业的土地。上主讲：我偌尔爱甲恁当作家己的囝对待，将世界上好的土地赐你做产业。我想讲，你会叫我阿爸，袂阁越走毋对我。毋过，以色列啊，恁竟然背叛我，亲像附近人背叛丈夫离开伊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伫树仔错了了的山峦仔有听见声，是以色列人在吼、在祈求的声，因为因行弯曲的路，甲上主因的上帝放袂记得。恁遮的培力的囝儿倒来啊！我要医好恁培力的病。恁讲，阮伫遮，阮倒来你遮啦，因为你是上主，阮的上帝。伫小山老月甲大山吵闹的拜拜，拢无路用。只有上主，阮的上帝，才会当解救以色列。阮对少年就得拜的神明，害阮失去祖先劳苦得到的牛群、羊群、后生、查某囝。阮承认家己的见笑，承担应该受的能力，因为阮对少年交代得罪上主，阮的上帝。阮甲阮的祖先拢无听探上主，阮的上帝的话。第4章，上主讲：以色列啊，你若活倒转来我遮，将遮个通厌恶的偶像除掉，无阁三心两意。你若照真诚、公平、正直，基永远的上主救抓，列国就要得到我的祝福，佮夸耀我。上主甲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：恁着开垦还未犁过的园，毋通野种伫刺皮内面。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着甲恁的心行甲咧归属上主，除去恁内心的拉残，才免我因为恁的歹行为发生气，亲像火倒起来，无人会当拍花。恁着伫犹大宣告，伫耶路撒冷宣传，着伫全国分扫角，大声喊讲：咱着集合，走入去释放的城，着举大旗，警示释安，着逃命，毋通停骹。上主要互灾的甲可怕的毁灭对北边来，毁灭列国的已经出发，亲像狮对暗暗的手拿出来。伊要互你的土地趴荒，互你的城镇荒废，无人住。所以，恁着穿满衫，流目屎提口，因为上主要得对咱生气。上主讲，到迄日，王甲官员要失去勇气，这时拢会惊吓，甚至嘛会青狂。我就讲，哎呀，至高的上主，你实在欺骗遮的人民甲耶路撒冷人。你讲平安无事，其实刀剑已经拄伫阮的那后。彼时，遮人民甲耶路撒冷人会听到遮话。对无树无草的旷野、悬的所在，会有小风吹来我的居民遐，毋是要吹灭亡，也是甲我国的杂质吹走，是受我命令吹来的强风。现在我要宣布我的审判。你看，
对着得来，亲像乌云在架。因的战车亲像光烈风，因的战马比鹰鸟较紧。阮有知的啦，阮无命啦。耶路撒冷啊，就将你心内的邪恶洗清去，互你通得到解救。你心内的歹念头要藏到第时，有消息对单地区传出来，有歹消息对以法莲山区传来，恁着甲列国传播，甲耶路撒冷宣告。有围攻的人对真远的所在来大声喊，要攻打犹大的城镇，因亲像固守远地的人包围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背叛我，上主安尼宣告：你的所做，你的行为，惹起这的事，这是你造成的恶果。这个恶果真苦，苦到你的心肠。我的目内，我的丈夫，我的心加痛，我的心噗噗嗔，我无讲话挡袂牢。我已经听到扫角甲高震喊话的声，毁灭的消息继续传来，全地拢受破坏。我的布边忽然倒去，我的帐围连边立去。我看对着的大旗，着搁看偌久；我听扫角的声，着搁听偌久。我的子民愚戆毋捌我，我的囝儿无智慧，因做歹真敖，做好含慢。我看大地混沌无成形；我看天暗淡无光；我看大山震动。小山嘛摇来摇去，我四界看，逐位拢无人，白鸟嘛拢走去觅。我去看，肥水的园变做荒坡，所有的城镇拢受拆毁，因为上主发大生气。上主安尼讲，全地拢会荒废，毋过我袂彻底甲伊毁灭，大地会空旱，天会黑暗。我一个讲出，一定袂后悔。我既然决定，一定袂改变。城内的人听到兵马甲射钱的人喊话的声，就拢逃走，走入树林，爬上山岩，全城拢想放散，无人住伫迄内面。你这个要受毁坏的城，若着穿红色的水衫，挂黄金的砖塔。西装打扮，等你窈窕美丽。你安尼打扮减有彩工，你的爱人甲你放散，要收拾你的性命。我听见亲像山呼吹准，要生头上囝探听的声，是锡安的居民在皮皮喘，因伸双手讲：我惨啊！有人要来杀我要昏去啦！咱今仔日圣经节伫耶利米书第1章到第4章。